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初5，咱做伙来读列王记下卷第1章到第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亚哈死了，摩押背叛以色列。以色列王亚哈谢伫撒玛利亚对王宫楼顶的栏杆跌落来，受伤，就找使者对因讲：恁去问以色列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我这个伤会好袂？上主的使者甲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你起来，去见撒玛利亚王的使者，问因讲：恁去问以色列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是无？恁着去甲王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民藏起来，你定会死。以利亚就去，使者倒去见王，王问因讲：恁是安怎倒来？使者因伊讲：阮拄着一个人，伊甲阮讲：恁倒去见找恁的王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找人去问以色列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是无？所以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民藏起来，你定会死。王问因讲：来拄着恁，甲恁讲这话的人是甚么款人？因讲：伊穿有门的衫，腰下披带。王讲：伊一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。王就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带遐个部下去以利亚遐。伊爬上山，看到以利亚坐伫山顶。军官甲以利亚讲：上帝中央的人，王命令你落来。以利亚应军官讲：我若是上帝中央的人，愿天降火烧你甲你迄50个人，就火对天落来，烧灭伊甲迄50人。王阁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带遐个部下去以利亚遐。军官甲以利亚讲：上帝中央的人，王命令你赶紧落来。以利亚应讲：我若是上帝中央的人，愿天降火烧你甲你迄50个人，就真大的火对天落来，烧灭伊甲迄50人。王第三遍阁派一个管50人的军官带遐个部下去。迄个第三队的军官爬上山，跪伫以利亚的面前，哀求伊讲：上帝中央的人，求你看我甲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做宝贝。已经有火对天降落，烧灭以前2个军官甲迄100人。但求你看我的性命做宝贝。上主的使者对以利亚讲：你甲伊落去，毋免惊伊。以利亚就起来，甲伊落去见王，对王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派人去问以色列的神明巴力西卜，是因为以色列中无上帝，互你通问是无？所以你袂当搁对现在跌倒的民藏起来，你定会死。亚哈谢就死，拄照以利亚所传达上主的话，王无惊，伊的小弟约荷兰煞接伊做王。迄时是约大王约沙法的囝约兰做王第2年。亚哈谢其他的事迹，拢记载伫以色列的王史。第2章，上主特别用光雷亚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伯特利，
你着留踮遮。伊丽莎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落去伯特利。伯特利遐个神邸的学生出来见伊丽莎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点点。伊利亚甲伊讲：伊丽莎，上主找我去耶利哥，你着留踮遮。伊丽莎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耶利哥，耶利哥遐个神邸的学生来伊丽莎遐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点点。伊利亚对伊丽莎讲：上主找我去约旦河，你着留踮遮。伊丽莎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去，有50个神邸的学生缀因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。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，伊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河水，水就分两边。因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了，伊利亚对伊丽莎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甚物？你得甲我讲。伊丽莎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互我。伊利亚讲：你所求的真困难，毋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到我，就会得到；若无，就得袂到。因哪行哪讲的时，忽然有火箭车火马将因两人隔开。伊利亚就坐光烈啊风受接上天。伊丽莎看到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伊丽莎无去看到伊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边。伊捡伊利亚甲落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，用迄领外衫拍河水，讲：上主，伊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拍水了后，水就分做两边。伊丽莎就过去。伊丽莎对面遐个耶利哥神邸的学生看到，就讲：感动伊利亚的神临在伫伊丽莎啦。因就来迎接伊，拍落伫伊的面前。因对伊丽莎讲：你的仆人遮有50个勇士，请你稳准因去找你的老师，可能上主的神带伊去，甲伊迄伫某一个山，还是某一个山谷。伊讲毋免找人去，因一直甲伊丽莎高情。伊丽莎互因逼甲真为难，就讲：恁通找遐勇士去。因就找50人去，找3日，找拢无。伊丽莎伫耶利哥听候，因倒来了后，伊甲因讲：我敢无甲恁讲，毋免去找。耶利哥城的人对伊丽莎讲：先生，照你所在，这个城的地势真好，毋过水质真歹，土地袂生产。伊丽莎讲：恁用一块新的碗倒盐摕来互我。因就摕来互伊。伊去到水泉遐，将盐倒伫水里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医好即个水，即个水袂过互人死，嘛袂过互地无生产。迄个水就变做好水，到今仔日，拄照伊丽莎所讲的话，伊丽莎对遐上去伯特利，伫路呢在行的时，有少年人对城内出来，甲伊起笑，讲：秃头的，闪走！秃头的，闪走！伊回头甲因看，
奉上主的名救助因，就两只形母对墙拿出来，贴伫因中间42个少年人。伊对遐上加密山，佮对遐倒去撒玛利亚。第3章，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囝约荷兰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2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伊的爸母所做的遐尼歹，因为伊有将伊的老爸所做巴力的跳相拄去。要顾伊甲尼巴的囝亚勒波安同款，互以色列人含落做，拢无停止。摩押王米沙饲真济羊，捌用10万只羊仔、10万只绵羊港的门，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了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迄时，约荷兰王对撒玛利亚出发，调集以色列军兵。相时，伊嘛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讲：摩押王背叛我，你兼要甲我做伙去攻打摩押。约沙法讲：我愿意甲你做伙去。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但咱要对倒一条路去攻打？约荷兰讲：对以东旷野的路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以及以东王做伙出发，因设一大人行7日的路站，军队甲对因的精神无水通啉。以色列王讲：惨啊！上主召集咱3个王，原来是要将咱交伫摩押人的手。约沙法讲：这减无上主的圣地，互咱通请问上主。以色列王一个眼神应讲：以前伫服侍以利亚、沙法的囝以利沙伫遮。约沙法讲：伊一定有上主的话。以色列王约沙法甲以东王就落去见伊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去找恁老爸老母的圣地。以色列王甲伊讲：莫安尼讲，上主召集阮3个王，是要将阮交伫摩押人的手，是无？以利沙讲：我记我所侍奉永远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就抓。我若毋是尊重犹大王约沙法，就毋见你，毋插你。等着甲我叫一个琴师来遮。琴师弹的时，上主的气力临到以利沙，伊就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着伫即个山谷逐所在乌交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虽然恁无看见风，无看见雨，要顾即个山谷要有水满满，通互恁甲恁的牛羊精生啉。即个事对上主来讲，也是小事。伊要阁将摩押人交伫恁的手，恁要攻破因逐个坚固的城甲水的城，测逐丛好的果子树，太流隆重的水泉，用石头毁坏所有好的田园。过早起献祭时，忽然有水对以东流来，逐所在有水满满。摩押人听到这3个王上来，要甲因交战。所有会当举武器的，对老到少年，拢来边界防守。过早起，因早早起来，日头照伫水面，因对远远看，水红亲像火。摩押人就讲：规个拢是火，遐个王互相攻击，一定拢死啊！摩押人啊，咱着来抢战利品。摩押人来到以色列的军营，以色列人起来攻击因，
因就逃走。以色列人追杀因，毁坏因的城，用石头填满所有的残垣，踢掉隆重的水泉，搁测因别丛好的果子树，只有剩今年哈列色的石墙，细少的兵四围攻击这个城。摩押王看到交战对伊不利，就带700个亚刀的兵要冲出包围，去苏利亚王遐。毋过无法度，伊就将要续接伊做王的大囝，伫城顶献做烧化祭，有大生气，临到以色列。迄三个王就离开摩押，倒去因本国。第4章，有一个神伫学生的某对以利沙哀求讲：“你的仆人，我的丈夫已经死，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，但祭主来要掠我2个囝去做奴隶。”以利沙问伊讲：“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”伊讲：“你的女婢厝内剩1捧油，以外逐项拢无。”以利沙讲：“你去甲厝边这空的器具愈做愈好，然后入去厝内关门，甲你遐的囝踮内面，添油伫所有的器具填满的一边。”妇人人转去关门，甲伊遐的囝踮内面，囝带器具来互伊，伊就添油，遐的器具拢填满。伊甲伊的囝讲：“搁摕器具来互我。”囝讲：“已经无器具啦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”妇人人去甲上主中央的人报告，伊就对妇人人讲：“你去卖油来行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。”有一日，以利沙来到书念，伫遐有一个好野的妇人人，常常留伊食饭。后来，以利沙逐遍对遐经过，就入去遐食饭。妇人人甲伊的丈夫讲：“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，我看伊是圣者，是上帝重用的人。咱来伫厝顶起一间细间房间，内面下眠床、桌仔、椅仔、灯台，互伊来咱遮的时，通入去歇困。”有一日，以利沙来到遐，就入去迄间房间歇困。以利沙甲伊的仆人基哈西讲：“你请这个思念的妇人人来。”伊去请伊来，妇人人就来。以利沙甲伊的仆人讲：“你甲伊讲，你为着阮费真侪心思，但我着为着你做甚物？你爱我替你甲王还是元帅请求甚物？”妇人人应讲：“我甲我的同胞做伙徛起，无欠甚物。”以利沙问基哈西讲：“安尼，我会当为着伊做甚物？”基哈西讲：“伊无囝，伊的丈夫嘛老啊。”以利沙佫讲：“请伊来。”基哈西就请伊来，妇人人来徛伫门口。以利沙讲：“明年这个时，你会抱一个查甫囝。”妇人人讲：“我的主，上帝重用的人，莫甲我骗。”妇人人果然怀孕，到过年这个时生一个查甫婴，拄照以利沙所讲的话，囡仔大汉，有一日出去到伊的老爸甲收割的人遐，伊对老爸讲：“我的头壳，我的头壳。”伊老爸甲仆人讲：“赶紧抱去因老母遐。”仆人就甲抱去伊的老母遐。囡仔坐伫老母的脚头屋，
到中昼就死。老母抱伊的囝爬去楼顶，将伊的囝下伫上帝重用的人的面前关门出来。伊叫伊的丈夫来，甲伊讲，请找一个仆人，牵一只驴来我遮，我要赶紧去找上帝重用的人才倒来。丈夫讲，今仔日毋是初一，嘛毋是安息日，是安怎你要去伊遐？妇人讲，无啥物代志。驴准备好势，伊就甲仆人讲，行，赶紧来去。我若无甲你讲，毋通慢落来。妇人就去隔壁山，上帝重用的人遐。上帝重用的人远远看到妇人人，甲伊的仆人基哈西讲：你看，思念的妇人人来啊！你走去迎接伊，问伊讲：你平安无？你的丈夫平安无？囡仔平安无？妇人人应讲拢平安。妇人人上山去到上帝重用的人遐，甲伊丽莎的脚抹地。基哈西真正要甲伊扯开。上帝重用的人讲：出在伊，因为伊心内痛苦。上主对我隐瞒这个代志，无甲我讲。妇人人对伊丽莎讲：我减捌对我的主求囝，我减无讲莫甲我骗。伊丽莎甲基哈西讲：你着准备通出发，举我的管仔赶紧去。若拄着人，毋通甲因请安；人若甲你请安，嘛毋通应。着将我的管仔下伫囡仔的面。囡仔老母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伊丽莎就起来倒伊去。基哈西大声告慰，将管仔下伫囡仔的面。毋过囡仔无出声，无反应。基哈西倒转去，拄着伊丽莎，甲伊讲囡仔无醒。伊丽莎到位入去厝内，看到囡仔已经死，下伫伊的面前，伊入去就关门，只有因两个伫内面。伊就祈祷上主，伊爬起去面前，拍伫囡仔的身躯。喙对喙，目睭对目睭，手对手，伊规身躯压伫囡仔的顶面的时，囡仔渐渐恢复体温。伊落来，伫厝内行一轮，搁爬去，规身躯附伫囡仔的顶面。囡仔拍骹扫七遍。目睭就褪开。伊丽莎叫基哈西讲：你叫这个思念的妇人人来。基哈西就去叫伊，伊就入来。伊丽莎对伊讲：甲你的囡仔抱起来。妇人人拍伫伊丽莎的骹前拜伊，然后抱伊家己的囝出去。有一遍，国内发生饥荒，伊丽莎倒来急驾。身体的下身坐伫伊的面前，伊吩咐仆人讲：你起火，用大鸭仔煮菜汤，互学生食。有一个人去园里买菜，佮看到一丛野瓜田，就挽真侪野瓜倒来，切切的落伫煮菜汤的鸭仔，因毋捌迄个是啥物，煮好倒出来互大家食。因食的时，拢话讲：上主重用的人，鸭仔内的物件食了会死，因就毋敢食。伊丽莎讲：摕一寡面粉来，伊将面粉压伫鸭内，讲倒出来互大家食。鸭仔内的物件就无阁有毒。有一个人对巴力刷里刷来，带粗色的大麦做的饼20个，甲新的
未遂地伫地仔，送互上帝重用诶人。伊丽莎讲，将这个互大家食。伊诶仆人讲，这个减有够互100个人食。伊丽莎讲，做你分互大家食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因要食到饱，阁有剩。伊诶仆人就分互大家，照上主所讲诶话，因拢食到饱，阁有剩。咱今仔读圣经在伫列王记下卷第1章到第4章。